好多人以為年輕人冇錢，喺度講消費降級，後生仔女躺平，咁你就錯晒啦。2026年元旦3日假期，現實狠狠打咗你一巴。海南遊客同比暴漲5倍，哈爾濱旅遊預訂量直接飆升260%。00後獨棟民宿別墅訂單增長1.4倍。橫琴口岸單日通關14.7萬人，簡直破晒歷史紀錄。國內機票訂單同比上漲35%，酒店、民宿、火鍋、煙花全部爆滿。就算唔去旅遊，廣東年輕人都會斥巨資燒烤聚會。省內各大批發市場嘅燒烤料、木炭、燒烤架、一次性碗筷、雞翼、魚蛋、海鮮，基本上全線上漲。你話佢哋窮，佢哋喺民宿別墅燒烤、打邊爐、放煙花、唱 K 跨年。而元旦前幾日嘅聖誕節，奢侈品消費延續疲弱走勢，並未出現以往嘅節日反彈。奢侈品市場規模同比下滑18%，其中高端手錶、珠寶類跌幅一度超過30%。唔少品牌被迫加大折扣清庫存，消費者更傾向於將支出轉向旅遊以及體驗型消費以及日常情緒價值。而且呢一種情況並唔係短期波動，年輕消費者集體拋棄奢侈品已經逐漸成為日常觀念。佢哋用短期假期製造密集快樂，奢侈品賣唔喐，旅遊產品卻賣爆，大牌冷清，獨棟民宿一房難求。問題從來都唔係年輕人夠唔夠膽使錢，而係佢哋已經唔再為冇意義嘅消費埋單。2026年元旦其實唔係單純嘅旅遊復甦，而係一個信號，中國年輕人開始用自己嘅方式重新定義點樣先值得使。從買名牌到買體驗，從買物品變成買氛圍，真正嘅消費升級可能就係你睇唔明嘅嗰一種。睇翻今年元旦啦，捨得使錢嘅嗰批人唔係大老闆，亦唔係白領，而係嗰一班你以為躺平嘅00後。根據網絡搜索數據，獨棟民宿加火鍋加跨年煙花喺元旦3大爆款關鍵詞：朋友局、小圈子、熟人局、煙花 K 歌，熱度持續爆發。00後平均單次元旦出行消費喺680至1500區間。佢哋認為唔一定要出國，唔一定要長途，但一定有儀式感。對於快樂，00後講緊一個新公式。快樂等於可掌控、有參與感、低負擔、高情緒收益。以前旅遊係嘥命、係打卡、係影相，依家旅遊係休息、係回血、係社交、係治癒。一個年味十足嘅民宿派對，勝過千言萬語朋友圈。一個帶廚房、帶小院嘅火鍋局，就係朋友之間安心嘅社交場所。一個煙花加 K 歌嘅夜晚，就係00後對於新年感嘅定義。以前有錢先去旅遊，依家旅遊變成情緒剛需。旅遊唔再係遠方，而係一個可以好好呼吸嘅地方。佢哋可以一年都唔買幾件新衫，化妝品用到最後一滴都唔捨得掉，手機用3-4年，電池換咗2-3次都唔捨得換新手機。面膜買普普通通嘅 LV、Gucci 已經唔再係願望，但佢哋願意為咗一間帶大露台嘅民宿 AA800，為咗同朋友一齊煙花 AA500，為咗一個有儀式感嘅年度總結式旅遊，提前規劃3個星期，甚至連 PPT 都整咗出嚟。2026年嘅元旦假期，全國數千萬年輕人唔為打卡，唔為炫耀，只為自己，為朋友。當你講佢哋唔想消費，但佢哋用另一種方式話俾你知，生活可以唔高級，但一定要有溫度，要有節奏。真真正正嘅消費升級，唔係要你好似好有錢，係要你有愛、有朋友、有心情。生活係你過出嚟噶，並唔係你買出嚟噶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